节平安，欢喜会通甲咱大家参加敬拜上帝。敬拜上帝，就是咱会通拢参加来伫主的面前，参加感谢，即上帝的话，互咱的信仰会通来得到长进。咱做伙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也得到上帝的欢喜。顶礼拜，咱有三角想耶稣的譬喻中间的管家的譬喻，做管家的，无论咱所领受的是5000、2000、1000，咱若是有好好去真心真性一意尽力来做，上帝就看咱做好，搁真重的福。今仔日咱搁来想一个耶稣的譬喻，就是不义的管家这个譬喻。或者咱有读圣经路加16章，这个路加16章主要的信息就是对上帝忠心。对上帝忠心，大声爱认捌上帝的话，爱大声认捌上帝，过来你才会晓敬畏上帝。若是无敬畏上帝，就是体贴家己啊！一个体贴家己的人，你要叫伊忠心，这是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一个无忠心的人，一个毋捌上帝的人，当然伊逐项大声想到的，就是家己为着家己拍算，为着家己的利益。耶稣讲即个不义的管家，是咧讲互遮学生听。当时即个也有一寡法利赛人伫边伫遐咧听，耶稣也嘛，互遮法利赛人会通了解什么是敬畏上帝。耶稣讲即个不义管家的譬喻咱要来想3点。头一点就是管家的不义，管家的不义。这个不义的管家，伊是安怎不义呢？伊第一就是浪费主人的财物，因为有人甲主人讲，你这个萝卜安尼浪费你的财物，安尼，所以第一是浪费主人的财物。第二就是乱改账据，因为伊知影主人要甲死了后，伊就想办法来涂改这个账据，浪费主人的物，这主人当然真无欢喜啊！主人拢嘛会当请一个真忠实、真忠的萝卜，会通认真工作，像咱有一句话讲，一办事我放心。一个头家，伊若咱找着一个真正真忠的人，迄也是真福气。因为一个人敢若2只手那尔，时间拢共款啊，你要搁较拼嘛是一个人的份囝。你会当有一个真忠实的人，安尼你等于有2人野、3人野、几人野安尼。所以，若工作的人找一个真好的所在，咱头家嘛是找一个真忠实的人员来工作。这2个拢是互相的，拢是互相的。这个管家伊浪费主人的财物，一定是真严重，人看袂出的才甲主人讲，往往有一寡代志
做人拢是上尾知影的吼，所以一定是真严重啊，人才去甲主人报告。咱知影现在拢有即个环保意识提高吼，所以即个世界亲像一个地球村，地球村吼，所以毋是讲有钱的人，伊就会当浪费。虽然迄钱是伊的，总是伊若浪费呢，是浪费着，安尼别人就袂当享受着啦吼。所以爱为着别人设想，为着即个地球设想，因为地球是一个尔尔。咱做基督徒，搁较是着爱安尼想吼，因为咱家己有够用就好啊，吼，毋好浪费，爱为着人设想。6甲15章，即个浪子的故事，浪子就是因为伊放荡甲浪费啊，吼，即人的个性，若是迄款浪费放荡迄款的个性吼，迄款的生活方式吼，安尼吼，这紧慢嘛是会失败，吼，因为你搁较较趁钱，你著无好的个性，是生活方式，吼，安尼你紧慢会失败，是讲身躯会歹歹。像种有个人无好的习惯，食薰、食酒，甚至食毒，是无好的生活方式习惯，这拢影响人的健康，是人的前途，人的人生。咱常常去公共场所吼，去洗手间吼，看到，因为咱常常有一句话讲，爱惜公物吼。咱若去洗手间，洗手间吼，有真侪只有纸啦、水啦、啥会真方便啊。我捌看迄有个人安尼吼，因为咱洗手，就一张纸清清就好。有个人安尼扭，吼，一厝的敢会安尼，对无？假说伊若是会通讲伫公共的所在、公物、公的物件，你有哪保守，安尼即个人真正有好的品格。所以伫即个公司啦、团体啦、学校啦，吼，教会嘛是共款吼，是反正有人的团体，大家就是爱为着即个团体来保守，来尽力，来相敬，就是讲毋茫会互伊较健全、较勇起来、较发展起来。若无有一句话，咱台湾有一句话讲，逐个人拢要食功，吼，像开工会，逐个人要食功，即个团体，即个机构，当然嘛了钱，免会趁钱。所以这是人报即个头家讲即个萝卜吼，伊浪费财物。搁第二就是乱改照顾，因为即个主人要甲即个萝卜死体，即个萝卜伊就想讲，当我失去即个工作，过来要安怎样？就爱想办法啦。伊想出一个办法来应付即个危机，吼。第40起吼，伊就讲，我着怎样做，通互我伫无做管家以后，接纳我去因厝。伊就叫欠主人孝的人来，一个一个来。你欠主人偌济？伊讲100桶的油，就叫伊写5十。搁来，你欠偌济？伊讲欠100少的麦叫伊写80。安尼，所以即个不义的管家，伊就乱改照顾吼，叫欠的人写较少。
伊永嘛会通，因为我真对你好，后日我无伫遮咧做即个工，总是你嘛着爱想着我较早对你好安尼吼，伊永嘛安尼会通伫将来对遮个人来得到一寡好处。人要得到，人要趁钱，要得到利益，着爱正当，正当来做吼，家己会通趁钱，这是平常就是安尼。总是你若用无好诶方法，来趁钱吼，来图利家己吼，安尼着损害着别人。你趁钱总是损害着别人。所以咱常常咧讲公务员吼，袂使咧图利他人，因为公务人员，伊就是爱服务每一个人诶，伊袂使咧讲我对你较好，吼，安尼着有啥物利益通互你，别人着无，安尼袂使诶，吼。所以公务人员拢爱公正，吼，所以讲咧办代志着爱公平、公正、公开，因为以前较有历史人讲，公务人员就是公仆，人民的奴仆，总是一般毋是咧，做甲官来吼，拢安尼有气派、有权利，着安尼得到利益啦，吼，高高在上。所以公务人员毋通图利他人，总是基督徒呢，都爱图利他人，吼，因为咱就是讲爱为着人好，爱帮助人，所以基督徒都爱图利他人，吼，互人得到利益，互人得到帮助，咱所做就是为了要荣光上帝。第八节讲，主人就学了即个不义的管家，做代志聪明，吼，所以即句真重要，因为耶稣爱咱学习的，毋是要学即个不义的管家伊所做对主人无尽忠的代志，毋是，是爱咱学即个奴仆，伊做代志聪明，吼，头脑真灵敏。耶稣伫马太10章16节讲：“我找恁去，亲像羊入伫豺狼的中间，所以恁着知识亲像蛇，顺从亲像井。”伫法语讲：“恁着灵巧亲像蛇。”吼，这个意思是差不多啦，吼，就是爱有智慧，着爱有灵巧，吼，这头壳着爱会转，吼，爱灵巧。总是灵上面，咱着爱顺从，亲像井，吼。到底即个奴仆伊的聪明是伫倒位呢？吼，所以咱来看即个讲，不义管家聪明呢，伊大声就是有即个自知之明，就是知影家己的情形，知影家己的情形。即个真要紧，因为有时有个人，伊若毋知影家己的情形是啥货，是情形是安怎，伫遐无进入状况吼，安尼伊就缀袂着阵，是人拢安尼，人拢已经行去到头前你还伫遐后壁缀袂着吼。所以即个奴仆伊知影离开即个职务了后咧，当要去做初冬的工作咧。开力，要来去讨钱，来去分咧，无面子。所以伊知影家己的弱点，有即个自知之明。咱大部分的人拢知影别人的缺点，毋知影家己的缺点，毋知影家己也有盲点。咱若安尼驶车吼，咱咧驶车，像讲看边仔的即个照后壁的镜吼。其实迄有一个盲点，迄个盲点就是
你看袂到的所在，差不多就是你的后脸、正面后脸，还是倒顶后脸的所在。所以有盲点，所以讲若咧赛车正确，就是爱头壳挖过，安尼才是正确。干那看迄个镜吼有盲点，啊，咱人生，咱每一个人拢有盲点，咱看袂到的点，吼，啊，着爱别人甲咱讲，安尼咱才知影。所以爱常常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咱才知影家己的不足，咱才通努力来改进，这是真重要的。哦，这个萝卜伊的聪明呢，搁一项就是，伊会晓为着将来准备，为着将来准备，哦，我记即句未雨绸缪，哦，就像伊有即个为着将来准备的知识，啊有即个危机感，为着将来需要准备，哦，好天就爱接互来娘，哦，平时就爱积蓄，伫需要的时阵通用，哦，所以伊毋是哦主人是啊，啊才敢来想哦。伊毋是安尼，伊就是真紧，伊就知影了后，伊就为着家己的将来拍算。马太25章第1节起遐话讲，耶稣有一个譬如讲，有10个在色女咧等新郎的譬如，啊有5个戆的，吼，伊就敢若举迄个灯伫遐咧等，总是有5个聪明的，伊就会晓搁准备一个油，啊，结果真正迄个新郎就真慢来啊，啊，遮个油倒甲即5个无准备油的，因就无油啊。总是即5个聪明的在色女，因有准备另外的油，所以就会通入去甲新郎啊伫遐坐席。会晓为着将来准备的人，就是聪明人，聪明的人。啊，即个萝卜，伊佫有第3个聪明，就是伊决断明快，伊的决断明快，真紧就随时做决定安尼。啊，当然迄个决定要正确的吼。即个萝卜伫主人要甲伊死以前诶，伊真短的时间就做即个决定，所以伊的危机的处理是真好。即危机处理真重要。咱尤其年岁侪人对即款危机的处理、coping 危机的处理，我咱真重要。所以毋但爱正确处理，搁爱伫真紧的时间就处理。啊，若无问题愈来愈大、愈复杂。所以即种危机处理，伫个人、家庭、伫团体、机构、伫社会国家，拢是真重要的。所以咱看到一摆即个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这就是互咱真大的启示。即个病毒伫武汉的时阵啊，大先有即8个医师，伊讲出有即个真无共款的病毒出现，结果即8个医师全受训诫，吼。啊，后来有一位李文良医师，啊，伊是眼科医师，伊咧接触中间，后来染着即个武汉肺炎，啊，阵来过身。啊，过来大省就暗藏，啊，后来若严重了，啊，讲要封城，大家听着封城吼，听讲有30万还是50万的武汉的人就离开迄个城市啊，真紧，即个疫情就传到全世界，全世界。所以我伫下昼要来的时，搁甲看报纸内底讲，到现在统计已经是78966个
确诊，啊有死亡的2407个。我会记咧第一个主日就是2月初2，我去伫国语教会咧讲道的时，我若有讲起即个数字啦。迄个时阵2月初2，迄个数字确诊有14000几个，即嘛78000几个。迄个时阵有死亡的有305个，因为菲律宾有一个死亡的，所以306，转去306。今仔日死亡的2467，安尼。咱甲想看，一摆安尼，几礼拜尔安尼，2400加2300几个人，就无去啊！即个世间就消失啦。尤其即个泉州公主号即个游轮，即个游轮有3700个人伫即个船顶，停伫即个日本的橫滨。这就是因为因对日本橫滨出发，然后去真侪位啦，甲香港，然后甲家人，甲家人差不多1000外人落船落去佚佗，伫北部50个所在佚佗，后来搁坐倒转来。要倒转来时，伫香港有即个武汉肺炎的患者，伊落船伫香港来接受治疗，总是即个船搁倒转去到橫濱的时阵呢，迄个前一日就10个人确诊，过3天搁增加10个人确诊，安尼就20个。搁过一天41个确诊，就61个啊。搁过2天70个确诊，安尼。到2月20日，3礼拜久，就有634个人确诊，有2个人死亡。所以这都亲像大省亲像一泡火伫遐，你无甲拍互花，结果变做大火灾。所以新闻报道，即个日本当然伊是为着讲要吸收中国的观光客啦，是考虑到伫要举办奥运啊，是种种的因素所以头大家真奇怪，日本人做代志都拢真受呵恼的，总是即项代志哪会变到安尼？无料大省就是无料着讲，这遐尼严重，无趁早将这病毒去隔离遮个患者，比较灾情遮尔严重。咱台湾医疗体系真好，大家也有SARS的经验，政府海关过真严，做了真好，大家合作安尼，所以也搁合作，所以无发生啥物是小部分安尼。所以即咱互咱学习着讲，都爱看迄个代志的重要性、严重性、紧急性，都爱真明确、真正确的决定，毋通前，毋通互代志变愈复杂，互问题愈严重，安尼就真好收拾。所以爱有健全的组织、完善的组织、有好的人员素质，搁有专业、敬业、疼人精神，安尼亲像台湾虽然有这真大的威胁伫遮，总是大家合作，会通安尼平安。耶稣有警告世人讲，天国军末日的审判要来啦！这就是亲像管家伊要拄着危机啦，就爱常常做好的准备，求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晓数算家己的日子。
即摆过来即个萝卜，伊的聪明就是即个利他交友，有利益他人，有交好朋友吼。即个萝卜，伊鼓励他人来交陪朋友，互伊所欠的债吼，遮个债务的人会当减轻。伊毋望遮个得到好处的人，将来会对伊帮衬，会对伊好安尼。当然，这是伊的如意算盘吼，有时会达到伊的愿望，有时算盘也无一定遐尼如意吼。第八节，主人学了不义管家，为着伊所做智慧，因为即世间的人，着用世情，为着世情来赌博，比光明的人较有知识。即句是耶稣互咱真重要的话，就是讲世间的人为着世情来赌博，比光明的人搁较有知识。安尼咱就知，咱世间的日子是短暂，总是咱有永远的灵魂，上帝的所在。即个咱就爱注意。第九节耶稣讲，我也甲恁讲，着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因才要接纳恁入永远的帐篷。伫遮咧讲的不义的钱财，毋是咧指讲用不义的手段去赚来的钱财。伫上帝的眼光，世间的钱财，所有的财物，迄个性质是不义的，是甲上帝对立的。当你用遮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意思就是，当你伫世上你有好好来使用遮个钱文，好好来照上帝教示来用使用遮个钱财，来帮衬需要的人。有一日你离开即个世间，遮个钱就无路用啊。总是当时你用遮个钱去做好的工，得救的人，因伫天堂的所在，伫遐咧名字你，会通伫遐接纳恁到永远的帐篷。所以，迄个因伫遐要名字你，迄个因就是你捌用遮个钱去做好工，遮个人得到救，遐个人会名字你。所以我真爱听一首歌吼，叫做《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迄首歌吼，真好吼。就是讲，咱拍 YouTube 吼，去看，就是伊伫世间的日子，世间的日子所做的，有真侪人得到帮助，得到救。伊对家主是好啦，帮衬教会啦，车主所做真好的工，有一日伊伫天堂看见，哇！伊当时伊是毋是条工，就要安怎样去做啦？总是伊所做的好工，伫迄个时阵来看见迄个结果。所以23节后来耶稣甲咱教示，就是讲一个萝卜袂会服侍两个主人，袂会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耶稣爱咱对即个例来学习即个萝卜的聪明，结交朋友，用家己的钱财能力，毋是用无正当的方法，无用诡计骗人。所以伫
产生即个冲突的时阵，要解决代志，这就是真困难的代志嘛，所以因为有一项冲突伫遐，啊一项伫遐两边伫遐咧拼势，毋是即边输就是迄边输，毋是即边赢就是迄边赢，安尼，是有叫做两输，两边拢输。即个解决冲突、解决代志上好的方法就是双赢，两边拢赢，两边拢赢。所以伫即个谈判的顶面，有时讲拢爱妥协一丝啦，将提一步安尼代志就会圆满。所以即个不义的管家，伊的聪明，就是自知之明，又为着将来准备伊的决断会明确，利他交友，平时就甲人好的关系。耶稣讲即个譬如，过来咱来想就是讲，爱忠心侍奉主，忠心侍奉主。目前忠心伫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尤其较早有一款奴隶制度，这奴隶就是主人的财产，主人会当对待奴仆亲像咧对待物件共款，所以后来林肯总统的努力，解放乌奴，搁现在民主自由，渐渐注重人权，做奴仆即款的身份提高了，尤其耶稣讲的就是人所得到的积分，无分你是什款的职务，工作辛勤，劳工辛勤，上帝互人本事无相，无论你上帝互你本事偌济，大细，工作无分贫贱富贵，咱是上帝的仆人，今日咱来忠心侍奉主，这是理所当然。亲像保罗伫罗马12章第1节讲：我肯恁的身躯做活祭，是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心灵的服侍。耶稣所讲，就是咱爱伫最小的事呢，尽忠；伫大的事也尽忠；伫最小的事不义，伫大的事也是不义。所以，一个成功的人，伊一定是伫细项的代志顶面，伊嘛是真细致，真用心。后来，伊才会受交托，才来成大事。伫小事的顶面无尽忠，人要怎样交托你大的事呢？所以人会想讲，这小可代志也无要紧，我大项的代志我就会认真做，安尼这是有矛盾。你细项代志就无咧认真，大项要安怎认真？所以就要有一致。我捌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欧洲有一个女的大学生，伊安尼要去读册，拢是坐这 SkyTrain 坐车英国迄个时阵，都亲像阮伫即个2009年10年，迄阵遮个 SkyTrain 真济拢抑搁较大站的，迄阵抑无即个 Postcard， 抑无迄个门，拢自由出入啦。你要坐车就去，坐了就落来。虽然有一寡人员，总是迄意思意顺啦，迄拢真拄车才会去拄着，亲像安尼。即个学生伊就拢安尼自由出入都毋免买票总是有一半摆有人互人查着，就爱罚啦，就爱罚几摆。后来即个女学生伊伫学校成绩真好伊也毕业去面当一个真好的工作。
啊，即、个工作嘛真适合伊吼，啊，伊也有迄个资格咧，啊，总是面逐个人来讲，看伊的记录啊，知影伊有坐车有走票，吼，啊，走票人会想，你偌久才会互人掠着一摆，啊，所以你互人掠着罚几摆，安尼你毋知走偌久咧，吼，所以即个公司的面谈的人，负责的人甲伊讲，即新的职务性质吼，真需要即个自我要求，啊，公司吼无法度甲你录取啦，吼，因为你伫即个学习的过程中，无好好自我训练，吼，就是伫小项的代志无尽忠，伊就失去迄个大的机会，因小失大，啊，这是真可惜。罗甲十九章17节，好，好的萝卜，好搁一张的萝卜，你伫小的代志顶面集中，你通有管柄，管10座城，啊，这就是伫小项代志前中要得到主人搁较大的交托，搁较重要就是你真心去做，毋是咧做互人看，啊特别做互头家看，毋是安尼，迄真正真心去做，你无论有人看无人看，你拢是安尼好好去做，毋是做表面功夫，安尼这才是真正的尽忠。耶稣佫讲，一个萝卜袂通侍奉两个主人。用恁袂当侍奉上帝，佫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还是钱财，所以无论金钱、物件、健康、学业、工作、家庭、职位，还是趣味、兴趣，还是关系。遮个你若对一项看比上帝较重要，安尼，迄就是你的偶像。因为咱爱上帝，上帝就是放伫第一位。啊，你若将遮个其他什么嘢，甲放第一位，啊，迄就是你的偶像。所以神学家普提里克，伊有将即个讲咱心中排第一位的，即叫做终极的关怀，ultimate concern。终极的关怀，就是上帝。咱所上重要的即个就是上帝。啊，你若将其他的看作上重要的，安尼迄个就是上帝，就是拜偶像。所以十条界第一条就是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也毋通做啥物形象，无论天顶地下。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为物，拢毋通做伊的像，毋通跪拜伊，也毋通服侍伊。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断断无永远用别个上帝匹配我。万一我会追求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收我疼我收我戒命的，我施恩互伊，直到千代。所以咱是讲，拜偶像，上帝就甲伊追求伊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总是你有想，尊坦疼我、守我戒命的，我要施恩互伊，直到千代呢，所以是3、4代到千代安尼，相比起来，所以。咱一切的恩赐就是上帝所赏赐，是上帝托付咱管理的。咱若忠心是主人所交托的，做好的管家，做忠心的管家，安尼就是将上帝排伫第一位，将其他的排伫第二位。安尼若将其他的排伫第一位，安尼就是颠倒变了。安尼侍奉两个主人，无法度，安尼就是拜偶像。
所以耶稣讲，一个人一个萝卜袂当服侍两个主人，毋是。阮用即个听迄个，就是安尼，恁袂当服侍上帝，搁服侍钱财。管家个，拢爱对主人来交涉，啊是主人甲伊讲，什物时阵，什物代志怎样，爱对主人来负责。有一日，上帝也是，咱是受上帝交托，管家做一个管家，爱做好个管家。有一日爱对上帝交涉，无咱所做是，咱所得着。爱管理，或者是5000、2000、1000，咱用钱咱去做，上帝就看咱做好，搁尽忠，就福甲愈多，会通进入我的万标。所以，耶稣讲，今世的人伫世事比光明的人较聪明。即句话互咱会启示，就是讲咱做基督徒，较聪明的。较勇敢的，较认真的，亲像世间人的聪明，亲像世间人的聪明一样。耶稣爱人建立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因为人的天性、人的行为拢是爱满足家己，爱看眼前的好，较袂想着将来，尤其咱。伫属灵的顶面，搁较爱想着将来上帝的应允，希望咱会当，遮耶稣教示咱，光明的爱比今世的搁较聪明，为着永远将来的代志做准备。即世间的人会拄无将来，总是光明的人。搁较爱有知识来拄无将来的代志。愿上帝帮助咱，互咱有知识、有能力，互咱会通做伊尽忠的萝卜，来做伊忠心的好管家。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每一人有你所交托的恩赐。阮爱做你好个管家，做你尽忠的萝卜女婢，互阮会通所做的得到，互人得到利益，也得到你的欢喜，得到你的乐。求你帮助阮，互阮所做的拢得到你的坚固，得到你的照顾。恳求感谢，好耶稣。